目前当地开代表会的嘉义县义德乡传出通过决议，建议中央废除乡镇市长甲代表的选举，改做用官派的。县政府是表示讲，乡镇市公所甲代表会是台湾地方自治的一款代表，甲会来先了解讲，乡代表会到底是在想啥物想法，才来做暗算。以及代表会选举该为咱乡镇长官派，咱请审议。现在咱进入表决。当咧开代表会，义德乡提出废除乡镇市长甲地方代表的选举，改做官派。在议事的代表有8个人表决支持。义德乡的总预算大概1亿6000几万，用地人事费用甲退休人员大概1亿外，代表会总预算2000几万，那么用2000几万来过6000万的预算，我认为这浪费咱国家的财源。我个人是感觉是可以的，因为安尼会当节省咱政府一寡开销，吼，纳税义务人嘛会感觉会当减一寡伊的费用。义德乡公所针对代表会考虑地方财政作出这项决议表示尊重。嘉义县政府民政处是表示会先来了解代表会的想法。那如果说他们觉得说这个一定要送到中央来表达他们意见的话，那当然站在主管机关的立场，我们还是尊重他们的意见。民政处表示，乡镇市公所甲代表会是台湾地方自治的代表，即摆有代表会通过要来废除地方选举，这是过去毋捌发生的代志，因嘛需要好好来了解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